废华夷点珠学到了。英雄哥哥，我都按你教我的去做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。等。我肯定坏人一定会出现的。坏人一定会出现？你又动不了，我又不会武功，那万一坏人真来了怎么办啊？哎，等一有动静，你就立刻敲响这铁锅，把所有的人都引来，明白吗？我试试吧。是这样吗？我明白了。只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坏人真来了！叶红影，你聪明一世，可这回你输了，你彻彻底底的输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夺命罗刹！我赶紧接了！好痛啊！别管我，快跑！不行，我们是朋友，你有危险，我怎么能跑呢？你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叶红影，我如果一剑解决了你，未免太便宜你了。我今天要慢慢的、一件一件的将你凌迟。死只不过是一种解脱，不过死在你这种废物手上，不值当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这么多废话！不要！姐姐，你快救英雄哥哥吧，他都受伤了。他受不受伤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举起你的双手，然后挥一挥你的左手。哎，师娘，我们一般管这只手叫右手。哎，嘿嘿，伸过来。干什么？让我打一下。以后我也收俩徒弟，没事打着玩。挥动你的右手，再挥动你的左手，然后你想象你是一只可爱的小鸟，挥动你的翅膀。师娘，我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我像一只小鸟，我觉得我像一只鹅，一只肥鹅。少啰嗦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然后你再集中精力，想象着我可以一飞冲天，我飞，我再飞。看清楚了吧？照着做，快！飞！师娘，这全是树，不敢飞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上次就是撞到树上了，差点把脑袋撞脖子里去，不能那么莽撞了。我是怕你停不下来，才故意挑这个地方的。没事没事，放心吧啊！飞。没事没事，你是没事，我受得了吗？我脑袋要是再撞树上，就像这么大一只鹅蛋似的，啪一下摔树上了，连皮带花全散了。怎么，你现在还没出师就学会顶嘴了？你皮痒了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拿家法刺你？飞吧，飞！太暴力！欢迎，真飞不起来，突然蹬直了。怎么飞不起来啊？难道出什么问题了？
我已经把这书上的心法口诀一字不落的都说了，落了什么？没有啊。你确定一招没落吗？没有啊。花姨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外边太热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回作业楼，摆上酒，摆上菜，叫上莺莺燕燕一起，咱们猜着拳，切磋着，看看有着什么好主意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你今天要是飞不起来，你休想吃喝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上次究竟是怎么飞起来的？不知道，你仔细想想嘛。还是不知道。上次官兵拿着刀枪戳我屁股，当时我心里害怕，一着急一使劲儿，就飞起来了。一着急一使劲儿。你转过去。干什么呀？转过去。搞什么鬼啊？把屁股撅起来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怎么说你怎么做。把屁股撅起来。还是当师傅好。我看你急不急？冲啊！这招真有效。看看人院吧。是。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。别撵我，我这就走。爹。哎呦，不，哎，姑奶奶女儿啊！你这，哎，你怎么戳这儿一动都不动啊？我还以为是座菩萨呢。你大白天的就上醉月楼来了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吗？你爹来这儿，完全是为了给朝廷办事儿。哦，哎，那你这回办事儿怎么没有脱光了衣服忧国忧民呢？哪能每回都一样呢？其实啊，我是来找你施工的。施工啊？哪个施工啊？我的师傅叶红影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就是那个老板这脸长得一点儿都不如我们家相公的那个叶红影吧？哎，对，什么？他还不如你们家相公？那当然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我给他一只鸽子，我还告诉他这鸽子是从醉月楼里飞出来的。之后啊，我就再没见着他人影了。我想他八成是跑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瞧见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你女儿我这2天可遭大罪了。我一会儿被人绑，一会儿被人点穴。别说我施工了，我
连只鸽子都没有瞧见呀。你没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怎么样吗？说什么呢？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好好，行，那你继续在这戳着吧，我接着找人了。你别走啊！你也不问问我找着相公了没？有你这么当爹的？只要将刺在穴道上的银针逼出，就可以冲开穴道了。叶红影，想要运气把胸前的银针给逼出来，好冲开穴道。哼，叶红影，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你，哎呦，你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！哎呦，哎呀，师傅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哎，你说你来醉月楼不去喝花酒，你跑柴房干嘛来了？哎呀，糟了，放在运气太近，逼出银针，反而伤了自己。哎呦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这是？这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谁干的？托人替你报仇去！谁干的？别缠着我！哎，哎呦，师傅，你看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来，哎呀，托儿扶你走。你说，你进城这些日子都一直待在醉月楼？请大人莫怪，并非我严师来见，是那醉月楼的人看守太监，我怕一出醉月楼，容易被人怀疑。照你这么说，醉月楼的人来历都还真不简单。大人，我现在已经查到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，还有官印的下落，都在醉月楼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仅如此，我还查到，那老鸨花姨就是叛将熊廷弼的姨夫人。至于那个舞娘杨冬晴，正是反贼杨莲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杨冬晴竟是杨莲的女儿？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花姨和杨冬晴乔装风尘于此，目的就是为了接应其他的余孽反贼。杨冬晴要真是杨莲的女儿，那她肯定是尚未嫁人。大人，我原想接了顾县城的孙子送到你这儿来，可没想到一时失手，还望大人恕罪。不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何罪之有啊？那大人，我下一步应该如何？先回醉月楼，本府自有安排。是。